来准备敬拜咱的上帝，所以咱要做会前的祈祷，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年头到年尾拢赏赐稳定的上帝，互阮得到充足的生活，享受你稳定的同在。阮为安尼献上感恩。今仔日嘛是洗礼的主日。主，阮真正感谢你，带领真侪兄弟归向你，来食做上帝的囝儿，当受拯救稳定的福分。阮为因祈祷，也为因祝福。主，当阮也将今仔日整个的礼拜放伫你的手中，愿你做王做主伫整个的敬拜，互阮所领受真理的话语会当去行。互阮领受你家己稳定的安慰、提醒甲帮助，会当成做阮的快乐。主，阮也将今仔日所有服侍的同工放伫你的手中。主，虽然阮微细阁无够野，但是阮相信你若帮助引带阮，甲阮三同工，阮就要做伙来成就你心所欢喜的服侍。主啊，阮也将伫路中，耶稣要赶来圣殿敬拜兄弟甲新朋友，放踮你的手中。愿你拄起因路上的塔阶，互因顺序来到圣殿敬拜你，也互因的心田柔软，接受话语，会当深深种伫因的生命内底，长大佮结果子。佮一摆恭敬甲整个礼拜献伫你的脚下，愿你心满足，愿你对阮讲话，赏赐稳定，甲阮三同同在。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请咱用，互咱的手机安静，也家己安静来准备心，较听做伙敬拜上帝。
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我伫大聚会中宣扬你的公义好消息。上主啊，你知我要一直宣扬，我毋捌将你的公义嵌入伫我心内。我已经有讲起你的信息甲救恩，我毋捌伫大聚会中涵盖你的慈爱甲信息。上主啊，求你毋通对我收回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甲信息不时保守我。咱即时要参加吟诗圣诗452首，上帝听痛哪会遮大？咱请起立来吟全首。我
请坐。咱即时要来压头祈祷，慈悲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正信的兄姐伫主的圣日，用敬畏甲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阮知你是全能的神，你掌管万有，你的慈爱甲信实直到永远。主啊，伫今年特别结束的时，阮回顾家己的性命甲教会光景。愿你来承认阮的过犯，主啊，求你的光即时来光照阮，互阮看到家己的无完全。阮常常忽略你的旨意，追求家己的私欲，常常无读圣经，无祈祷，离开你远远。主啊，求你赦免阮伫言语、行为、甲心思意念上的罪，用你的保护搁一遍来洁净阮，互阮会当搁来亲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慈爱毋捌离开阮。阮伫软弱的时，你扶持阮；阮伫跋倒的时，你牵阮起来。你的话语是阮脚前的灯，路前的光，引带阮踏前的路站。主啊，我们为着过去一年的一切恩典，向你来献上感恩。无论伫三子安养中心住伫遐长辈甲员工，也是伫石牌的幼儿园的小朋友甲老师，社会基金会的员工甲被照顾的长辈，也是三支分堂、新增分堂、双联分堂，拢有你的恩典满满甲阮同在，互阮用主的听来照顾长辈、疼惜小朋友，用你的听来接待未信主的亲友，互因的心受感动，亲像今仔日侪人愿意受洗。成做你上帝国的儿女，也要成做阮相连大家庭的一份子。为着安尼，阮要献上阮满满的感恩伫你面前。主啊，我们入住伫新的一年，咱就要排除一切阻碍，甲一直颠破咱的罪，坚忍跑走他前的路站，专心跟对你。愿你坚固阮的信心，互阮伫你的听内底会当合一。诚做光，诚做盐，即个世代应当主你的名。即时我要为着阮所敬听的灵牧师来祈祷，求你的圣神充满伊，互伊传讲你的信息的时带来安慰、医治、讨棒的快乐。互阮信主的兄弟领受你话语的时，定心得到快乐。第一遍来到教会新朋友，因着欢喜拍开心门，认子耶稣成做伊的救主。主啊，阮来祈祷也是无完全，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声来祈祷。会众请起立，咱即时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人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者，咱来主，伊对天道开，对万事万了之时，伊本就来到咱来守护，对世界信爱众维护。三日对象用我求你，那些关于的生活条件，别人都要来经过，我
济。咱时要来启用，我来启会众来印。愿上帝人民愿赐福阮，讲互世界在你的道路。上帝啊，愿日邦学了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日邦。上帝啊，愿日邦学了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地四境拢会敬畏伊。这是学了咱西罗亚诗班要唱的诗，吟的诗歌，为着主的荣耀。
感谢西罗亚诗班用遮水的歌声带咱来斗阵来学了咱的主，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主。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伫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另外一个所在伫彼得后书的第1章第7节。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恁是世间的光，起伫山顶的城，看袂牢。人点了灯后，袂用斗甲因藏起来，一定会甲因插伫灯台顶，通互厝内所有的人照光。亲像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天父。第二处的圣经在伫彼得后书第1章第7节，有敬虔，阁有手足之情；有手足之情，阁有仁爱。今仔咱本堂的林牧师要为咱传讲的信息是敬虔甲仁爱，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愿上帝祝福伊的话，佮听伊话人去行的人。各位兄弟平安。伫讲道的头前，伫领受上帝话语的头前，咱搁一摆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主，阮伫遮亲像迄时的玛利亚，坐伫你的脚前，欢喜听你的话语，刻无你的真理。阮要伫遮讲，主你讲，阮就听；主你吩咐，阮就顺服。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日是洗礼的主日，也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所以我要用这个敬虔甲仁爱这个题目，甲大家分享，是特别要互新洗礼的兄弟，也继续鼓励每一个基督徒按这个目标来进行来长大。今仔日是洗礼的主日，所以咱会看见讲洗礼意义是啥物，咱也搁一摆来提醒咱洗礼意义是啥物。洗礼是基督徒生命正式的开始，所以也通讲是咱第2个生日，咱的属灵的生命为今仔日洗礼的兄弟就为今仔日开始。所以，咱有当时会当讲啊，几啊10年了后，抑阁会记哩某咪年、某咪月、某咪日，伫遐洗礼，伫啥物教会来洗礼。所以，咱洗礼兄弟拢会上的洗礼班的课程的名称就是丰盛生命、丰盛人生的起点，因为今仔日是恁的起点，今仔日嘛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咱会结束今年的时间，伫感谢、伫反省、伫期待内底来领至新的一年。因为安尼，牧师家己嘛有一寡期待，我实在期待明年会当陪这个新洗礼的兄弟过一段路，毋是干那洗礼班的课程，乃是会当有初信的造就班的课程，就是迈向完全的旅程。毋是干那伫丰盛人生的起点徛咧无振动，却是直直进步，有一天会成做完全成熟的基督徒。其实，这个基督徒生命的过程，就是互咱亲像一个婴仔出世，干那会晓食奶，啥物拢袂晓，需要别人的养饲、别人的帮衬，就会慢慢大汉，慢慢扩展。有一天，咱会成做教示别人。然后服侍别人，也帮赞别人，迄个成熟的基督徒。因为安尼，咱毋是干那讲尔尔，咱的信仰毋是空嘴无知，咱需要透过实际行动来落实咱的信仰的财物，透过日常行为来养成信仰的习惯，也稳道的纪律。门徒的训练是需要有纪律，因为安尼，雅各书第2章14到19节提醒啦，
迄个无行为的信心、信仰是空虚的信仰，是死的，是无生命的，是袂为长大的。即款的信仰是空嘴无子。约翰卫斯理牧师特别提醒，伊伫解说即段经文安尼讲，伊讲即款的信仰，亲像圣经所教示的，是甲魔鬼共款。魔鬼敢无信上帝嘛？魔鬼敢无入捌上帝嘛？伊徛上帝边仔偌年啊久，伊怎样毋知？伊捌啦，伊嘛相信上帝存在，甲伊伟大的能力。但是即款的认捌，即款的相信，无法度，互伊至到听上帝，互伊至到信靠上帝，然后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咱的信仰若无法度听上帝，无法度信靠伊，无法度受伊拯救来得到生命的改变、真实的画面，就咱的信仰甲魔鬼拢是共款。这是一个真重的教示，也是真重要的提醒。所以，伫今仔日这个洗礼的主日，咱来更较深入来了解基督徒生命的内涵，了解主耶稣拯救咱的目的。咱先来看主耶稣拯救咱的目的。主耶稣拯救咱，毋是互咱摕到天国的门票尔。主耶稣拯救咱，至少有3个足基本的目的。首先就是要互咱真做有比咱会当行逐项的好事、逐项的善事。这是对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拯救咱有明确的目的。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保罗教示提摩太一项事，就是圣经所有真理的教示，互咱会当知捌就有得救的智慧，也有比咱来行逐项的好事，互咱有得救的智慧，也互咱来行逐项的好事。即款的好事行大行善，毋是一款功德的累积，毋是一款业绩的一款关系，伊是咱内面，因为咱的生命内面已经有基督的生命伫咱内面，即款生命是美好的，伊就会展现、会流露出来。这嘛是领受上帝大仁爱的一个分享，因为咱白白领受，就白白分享，亲像主耶稣的教示。这嘛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改变咱的生命，就咱爱出去改变世界的努力。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伫咱直在行大，直行这个好的事的时阵，就咱的生命会有一个香味，主恩典的香味，亲像圣经所教示的。即款的香味是砍袂掉的，嘛亲像今仔日圣经讲的，迄款光的温暖光明是砍袂掉的。所以你会常常听到有人讲：基督徒哪会安尼？基督徒怎会安尼？就是因为因的生命内底无过是因家己，是基督伫因生命内底生活，就发出迄个主恩典深深大大的香味，无法度温密的香味。伫即款香味内底，咱就见证上帝的大快乐，见证上帝的大荣耀，见证上帝透过伊拯救的恩典，带来咱生命的改变，也互别人看见就知生命的改变是有可能性的。生命的改变是有可能性的。第三，能看见咱的见证，从自然会去想讲，这个改变的原因是啥物？就会看见咱所信仰的天父上帝，就会看见带来拯救的主耶稣基督，将荣耀归伫父上帝。所以，咱的拯救是有目的的，要行逐项的善事，要成做上帝的见证，来归荣光上帝。因为安尼，咱的生命爱有行为，信心爱有信心的行为。约翰卫斯理继续来甲咱提醒，伊讲基督徒的生命内底有2大
工作吼 ，work 工作。第一项是叫做敬虔的工作 ，works of piety。这款的工作是啥物啊？这款的工作是在展现咱对上帝的相信甲疼痛的行为，展现咱对上帝的相信甲疼痛的行为，包括啥物呢？包括咱的灵修甲祈祷，这是个人的；包括咱伫小组内底分享、分担、代祷的这个过程，包括咱即马伫礼拜，包括咱参加逐种的聚会，甚至受逐种的装备，包括搁较深的，可能咱伫生命伫一个坎站内底重要的选择内底，咱的禁食祈祷的时阵，迄是搁较深的操练，也包括咱每个月拢会做伙领受圣餐，透过这个方式，咱敬拜上帝，归荣光伊。也养成咱基督徒品格，就是敬虔，就是真严肃、真认真对待咱的信仰，用敬畏上帝的心志看待基督徒每一项的活动，也一日一日来操练、来进行、来培养咱的信仰、咱的门徒的这个操练内底迄个节制。甲纪律、节制与纪律，所以咱无看轻礼仪，因为礼仪是好的，互咱成做有规矩的基督徒。敢是安尼？咱最近若伫咱的生活内底，咱常常会讲一句话啊，这个人哪会遮无礼貌？所以礼仪是好的，互咱成做有规矩、为恭敬、有礼貌的基督徒。每年中福的节期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创造四季，拯救伫内底运行，所以咱爱照这个四季、年节、节期来生活，互咱的生命照上帝创造的次序来生活。每日咱个人的灵修是好的，因为伊在教咱，就算是一个人单独的时，还爱敬虔。唔好因为我一个人就真正随随便便、凊凊彩彩。我一个人的时阵，透过灵修甲祈祷，我也在操练敬虔。这就是敬虔的工作。所以每一个细节拢是有意义的，每一个细节拢对咱灵性的成长是有好处的。所以咱讲礼拜内底为什么爱乖手机啊？这是一个好习惯，互咱会当专心敬拜上帝。为什么礼拜内底咱莫讲话，莫找人讲话，莫讲电话？因为咱爱专心敬虔敬拜上帝。为什么咱祈祷时莫行来行去？嘛是因为咱爱专心敬虔敬拜上帝。第二，咱爱有仁爱，也是讲怜悯的工作 ，words of love hope。mercy 就是怜悯人迄个工作，这款的工作甲敬虔的工作是对上帝拄好是相对，因为伊是展现咱对厝边对别人的疼，一个是对上帝的疼甲相信，一个是对厝边对别人的疼，就是咱欢喜去到遐心灵，也是实际生活内底有需要的人群中间，透过自身的行动来帮赞、来扶持，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伫马太福音25章35到36节，因为我枵，恁有互我食；我喙焦，恁有互我啉；我做出外人，恁有甲我收留；我赤身裸体，恁有互我穿；我破病，恁有甲我照顾。我伫家内，恁有来探我，这个拢是实际足基本生活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咱爱帮赞，咱爱扶持，因为主耶稣讲，若做伫至美神的身上，就是做伫咱的主身上。第二方面是对
对心灵也是讲灵性有需要的帮赞的行动，包括咱安慰遐哀伤的人，有人若心内感觉真正戆影，咱甲伊斗讲、斗指点，互因有方向。包括心灵若有需要孤单的人，咱甲伊陪伴，对因讲话。伫即个孤单的世代，伫特别孤单的城市生活内底，有人通讲话，是偌尼啊幸福的代志。咱会发现，咱中间开始，也是讲咱的社会中间，有哪来哪济是找人讲话，拢无人听的迄个生活。所以，咱若愿意用一寡时间来陪伴遮个人，就对因会带来真大的安慰、扶持、帮赞。过来，有一寡人伊若伫犯错中间，咱爱甲伊规劝，咱甲伊苦劝，互伊转来到即个真理的道路，无搁犯错，这嘛真重要。有时咱会讲，哎，这真歹做，但是这是重要的。因为咱互咱的兄弟、互咱的亲朋好友，无搁行伫罪恶的道路，就是真正重要的福祉。过来，咱嘛会当饶赦遐个得罪咱的人，无搁纪念因的毋对，也互咱的性命会当逃放，这嘛是真好。人讲怜悯的工作。最后上重要的是，咱爱常常为着信徒代祷。互咱的祈祷，毋是干那拢看家己的需要，互咱嘛看别人的需要。我伫遮侪年的服侍甲牧会内底，我感觉有一句话，兄弟听了拢会感觉真欢喜。我常常甲因讲了，我讲好，我会甲你放踮我一直的祈祷内底，牧师一定甲你放踮我的祈祷内底。干那即句话尔，因就讲哦，介温暖，因为有人会记伫咱。甚至甲人记伫伊的祈祷内底，是偌尼啊幸福的代志。伫主的头前，咱记着伊，纪念伊，因的心就得到安慰甲鼓励。这针对心灵甲灵性的行动，这行动可能毋是直接咧传福音，可能毋是直接咧礼拜。但是，伊是遵照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咱爱疼别人，亲像家己。马太福音22章39节，将咱白白领受上帝的慈爱，就白白分享给囡仔需要的人。安尼听的行动，包括听上帝所听的地球。所以咱毋好小看，咱讲爱用电子周报，爱较少印周报，因为咱减印一寡周报，减浪费一寡纸，就搁较疼咱的地球一丝丝啦。这拢是疼的行动。所以咱爱知，咱的性命是有目的的，咱的拯救是有目的的，因为主耶稣对咱有真深的期待。伊期待咱爱完全，亲像咱的天父完全一样。透过咱的完全的追求，毋是一款偏执、一款完美主义、足奇怪的心态，是一款咱的完全是一款不断的追求进步，追求哪来哪亲像基督，哪来哪合伫天父上帝心意的过程。透过完全的追求，咱希望咱更较明白圣经的话语。希望咱会当透过灵修，透过祈祷，甲上帝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透过对完全的追求，咱希望更较了解天父上帝对我这个生命有啥物好的旨意，将伊挖出来。这其实就是敬虔，就是敬虔。过来，耶稣基督嘛期待咱门徒爱彼此相疼。伫约翰福音13章34、35节，安尼讲，恁着相疼，亲像我捌趁你。我怎样疼恁，恁也着安尼彼此相疼。恁若相疼，就人会看见恁是我的学生。这是耶稣伫圣经内底重要的至少讲3解，一个足明显的一个例子吼。所以咱来领受上帝的疼，佮用这个疼来疼别人，
就见证上帝听咱，也见证咱真正是主耶稣的学生。这就是仁爱，也是怜悯的工作。亲爱兄弟，今仔日是最后一个主日，伫今年内底，所以咱来小可回顾今年的目标吼。咱一人一小组是透过教会生活来经验圣经的教示。咱一人一服侍，是透过服侍实际的行动来实践圣经的教示。一人领一人，是各人做伙来领受主耶稣圣经的教示，敢毋是？咱毋好讲好，今仔日讲了就煞，明年搁来新的目标。明年新的目标是加起嚟的。今年咱已经做，爱继续做，做了搁较济。做了更较好，互咱的教会人人有小组，人人通服侍，人人传福音，安尼好无？好，好，真好。所以最后，牧师要用约翰卫斯理对咱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提醒，来诚做搁一摆，咱伫上帝面前自我的反省伫最后的主日。约翰卫斯理讲，咱的生命是上帝奥妙的创造，咱的生命是上帝大能的拯救。所以，诚做一个基督徒，咱爱安尼做，咱爱行好事行善，咱毋通行歹事来伤害别人，也伤害家己。咱爱常常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安尼，咱就会当伫主的听中。不断来成长扩展。愿恁安尼行的时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悲疼痛、圣神的团契，甲恁大家三甲伫地，直到咱完成这世人的任务，伫天顶，甲咱的主耶稣高效高报告的时。阿免。今仔日无讲故事，咱要做伙来听两个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梦玲，我是来自传统拜祖先、拜神明的家庭，我是家中第一个受洗的孩子，在生命中有多次与基督擦肩而过，心里没有排斥，但也没有太多的感动。直到有一次参加同事母亲的追思礼拜，让我有很大的冲击。基督教的追思礼拜有一种很安详的感觉，他们是用美丽的歌声，还有满满的祝福与往生者道别。他们虽然脸上有伤心有难过，但他们没有对死亡的恐惧。然后我看到的是信心，跟我曾经参加过传统告别式念经叩拜的告别式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我就在想，希望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我的亲人朋友不是用眼泪，而是用歌声和祝福与我道别。直到几年后，我在办理父亲的后事的时候，在整个过程中常常觉得担心，除了要面对死亡的恐惧之外，整个仪式的不周全会不会对父亲有不好的影响，让我内心充满了担心，没有平安。那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基督徒的告别式可以这么的平安，在他们的眼中为什么可以这么有信心？当我在疑惑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一杰、冠瑜还有秀珍带我认识基督，陪我读圣经。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慢慢的找到答案。知道双联教会是在2018年李思礼长老给我这一本有关于盲朋友的书，我才知道双联教会在社会服务上有许多多元的事工。然后尤其我非常喜欢双联教会有许多装备的课程，丰富的资源可以让我学习，尤其线上的信息我可以在家反复的观看，对我来讲实质上帮助很大。再加上葡萄树小组的伙伴们常常关心还有分享美味的便当给我，让我感觉非常的温馨。在3年之后的今天，我觉得时间到了，我有信心，想要跟其他人一样，心里有平安，每天有盼望，活出主的样式。
很感谢在我信主的路上一路陪伴我的兄弟姐妹，你们的一个祝福，一个祷告，改变了我的生命。那我也期许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可以不断的装备自己，然后活出平安、喜乐、有意义的人生。感谢主，阿们。大家平安，我是王明淑。很高兴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见证。在我民国70年，我就到了马街。当时认识的就是洪大川长老，他就常常呢会请我，就是帮他印很多的就是经文，然后还有诗歌。他说：“你这帮我印30份。”那我就想说，你干嘛叫我做这些事？我说：“啊，你为什么要弄这个啊？”他说要做小组的分享跟诗歌敬拜。我说：“哦，你好忙哦。”然后我就把它印好，就交给他。他说：“哦，你可以留一份起来看。”我说：“哼，想拐我，没这么简单。”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很顽冥不灵后来呢，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明淑，你知道吗？我当时不是想要来马偕院，我是陪人家来就是面谈。可是我后来想想啊。”我为什么今生会来马偕院？其实我就是要带你去认识耶稣，我要带你去信上帝。他说：“你可不可以跟着我去小组？”我内心就想，好吧，看你可怜，就跟你去吧。然后呢，我第一次去天母小组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真的就像一个很温暖的家。真的是超级的温暖，我就想说，好喜欢这里，所以呢，我就会很期待要来。可是等到说，今年有谁要受洗啊？我总是还是有点停顿这样子，因为我们家其实是拜佛，但是我还是会参加小组。但是呢，对于受洗这件事，我就想说，反正大家都觉得我是基督徒啊，那我也这么认真的。那我常常在帮那个同事祷告，比如说她可能怀孕，然后羊水穿刺可能是高危险，她可能会有畸胎，她哭得一塌糊涂。我就说来，我们去帮她祷告。你知道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从我的头，然后热，然后从这里手，因为我手就是按着她的身体，然后就一股暖流然后上帝就告诉我她会平安，请她放心。除了几次的，我觉得上帝给我的一个讯息，那刚好呢，也是在医院里面有一个医师，他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医师，他有一天也在礼拜2的大礼拜，他就做礼拜，他那一天讲的道非常的触动我，那我就跟他说，我感觉我应该要去受洗啊。他说：“是啊，你怎么可以活到现在还不受洗？”然后他就说：“那你有没有想选择哪里？”我就说，你知道吗？双联教会、天母小组，后来因为我礼拜3有事，所以我又调到吕底亚小组。我说他们这样子一路陪伴我这么久，我说我一定要回双联教会。我说我要在那里受洗。他说：“那你要去礼拜哦。”很感谢天母小组，也感谢双联教会。我更感谢就是马偕院瀑布，还有好多我的好姐妹，他们说你知道我们 always 在为你祷告，所以我感谢上帝，让我一直即使快要退休的年纪，我都能够拥有很好的工作热情跟态度，很好的这些信实的一个信念跟价值。谢谢大家听我分享。今天这些弟兄姐妹要受洗，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转籍进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我要邀请所有弟兄姐妹持续的为每一位祷告，因为在他们还幼嫩的信仰里面，需要我们的陪伴、帮助、引导让他们可以在信仰真理的道路上走得长长久久、踏踏实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造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有各样的能力。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赏赐拯救的恩典，叫我们得以成为新造的人，叫我们可以活出新生的样式，叫我们里面有圣灵同在的力量。我们为此献上感谢。现在我们特别为今天要洗礼要转籍的弟兄姐妹献上仰望，主你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一路同行，也赏赐更多陪伴的人，让他们在软弱中有扶持，需要中有满足，孤单时有陪伴，更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有一天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将福音的好处分享出去，成为更多人的帮助和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来求，阿们。咱接受要来吟圣诗212首。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咱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只是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礼拜。
会众请起立，咱来做感恩的祈祷。是阮的主，感谢你伫今年保守阮，当阮跋倒的时阵，你开阮起来；当阮软弱的时阵，你扶持阮；当阮欠缺的时，你供应阮。主，阮要伫你面前献上感恩，我也要献上阮的金钱、时间、财情，甲阮的一生，伫你面前，愿主你感纳，食做你圣工的路用。阮咱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坐，这接受圣礼典，那请主任牧师、蔡牧师来处理。咱即时要来举行圣礼典，咱请要洗礼、圣灵洗礼，甲信仰告别的兄弟姊妹来到台前。今日伫第三场有王明淑、林雅玲、戴佩如、何慧珠、江林启全、林玉卿、杨宗锦，兄弟要接受圣灵洗礼。还有信仰告别是曾九燕姐妹哈。所听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叫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圣经中间嘛记载，伫五旬节的时，彼得对众人传福音，伊安尼讲：恁着悔改，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着赦免，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亲像彼得迄时叫人着悔改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当牧师也要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这时阵，你要接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诚实来回答牧师所问恁的。首先，你有要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悔改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恁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做啊无？这时阵，咱要来进行洗礼，会众请起立。
当牧师答因洗礼的时阵，牧师会讲某米人，我奉爸囝圣神的名，用水来行洗礼，大家爱讲阿门。王明叔，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林雅玲，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戴佩如，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何慧珠，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江林客船，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你们兄，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杨宗锦，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切家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当恁已经个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相连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加新的约的稳定，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这么大的稳定。伫今仔日用这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甲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主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临伫因的顶面，坚固因。用稳定赐福因，互因个人的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求你保护因，互因会当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求你用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厅中间，搁互因会当一世人服侍你。亲爱的主，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我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这时阵，咱要请教会小会员来欢迎甲接纳受洗礼者，用这个接纳礼吼。
个证书甲一个礼物要赠送给因。向后转哈，我介绍一下哈。牧师介绍的时阵哈，那伊小组员若是讲伊的朋友亲人，当起立，互咱做伙拍鼓啊来欢迎哈。首先对牧师的郑秀平这边开始来介绍。王明淑姊妹，咱拄则有看伊见证哈，来请伊的小组员甲亲人。朋友拢起来哈，好，谢谢。第二位是林雅玲姊妹，第三位是戴佩如姊妹，来个是何慧珠姊妹，来个江林启全弟兄，嘿。林永兴兄弟，大武刘老板哈，杨宗金兄弟，还有曾九燕姊妹，好。好，咱请安请先回座。对，咱有迄个曾辉乐先生夫妇吼，要赠送伊一个小礼品吼，咱请。咱待会人要赠送啥物礼物吼，甲迄个花吼，咱等下要翕相的时阵才来赠送吼。好，请恁先回座吼。咱即时要进行小礼节礼，请小礼节礼遮的爸母带恁的细囝来到台前。咱今仔有钟庆甲卓依因的囡仔吼，林家和甲李家芝，还有牧民甲婷宜的囡仔邵思璇吼，个汉宏甲知凤的囡仔郑瑞恩。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要所基督吩咐的话。有人带细囝来就问耶稣，要互伊望，学生接鼻因，耶稣看见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来就问我，无得见面，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实在恁讲，既然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也无明白这个事，但约古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护的。
所以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厝内的囝儿，属地基督来做伊的百姓。这时阵，恁的细囝要接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做恁的信仰告别。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瓦靠上帝所授予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就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的法度。恁有要安尼行啊无？愿主赐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会通守即个约。这时阵，咱要做小礼洗礼，会众请起立。恁家好，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恁家主，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邵思炫，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郑瑞安，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细囝受接纳入去的教会，做未悲惨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文典。当这细囝的父母甲所有的会众亲自做见证，也三甲分摊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因接受更新的。咱同心来为因祈祷。是阮的主，愿恳求你保护、照顾伫你面前这四位细囝，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年岁那加添，上帝甲人领听伊。求你将你的恩典丰丰富富赏赐因带因，互因平安经过忍耐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有限。直到成年的时，会互因通家己个别家己的信仰，佫会当坚持到落尾。亲爱的主，我恳求你祝福、保守看顾因的父母，互因有温柔、有信心来照顾细囝，互伊伫你的听内面成长。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请你有一个礼物要赠送互这细囝。来，念留。谢谢，谢谢。来，妹妹。谢谢。好。您向后转哈。我出来介绍哈。钟庆甲怡颖的囡仔嘉禾甲嘉芝哈，咱请叶群人朋友落来起立哈。思炫哈，就是牧民甲婷宜的囡仔哈。咱请叶群人。瑞恩是汉宏甲志凤的囡仔哈，来。
愿上帝亲自祝福保守，咱的总世有若有人民要经商有这世件。鼓掌鼓励一下哈，好，请开坐。来报告，祈祷会时间岁末感恩的祈祷会时间12月3日，本礼拜二暗时7点半到8点半，地点伫这所在16礼拜堂。内容有敬拜、贺乐、感恩、岁末感恩，欢迎所有的会友踊跃来参加。2025年1月7日的本礼拜四，原本的全教会祈祷会暂停一天。来，说到112周年亚活礼拜，日期伫2025年的3月7日主日，地点伫马街医学院。报名伊今仔起到2月16，还是讲夜晚就截止。详细当看咱周报第5页。像林牧师来欢迎来宾。各位兄弟平安，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届伫咱中间做会来敬拜的兄弟甲新朋友。第一位是黄子生，伊是玉洁爸爸吼，也甲黄罗月云伫毋知伫倒位所在，伫遮，伫头前的所在吼，咱甲拍拍啊欢迎。好，请坐。第二位是一位日本朋友板路孝夫，伊伫春日部福音自由教会来台湾3礼拜的时间吼，会当讲英语，所以咱会当用英语甲因来沟通吼。就请问咱的兄弟坐伫对？好，不要紧，伊可能先离开。第三是这个郑太兄的遗族吼，惠珠姐伊的小女儿佳佳，有伫咱的中间无？后壁的所在吼，伊甲咱谢谢，感谢教会用贴心来帮赞伫丧礼整个的过程吼。第四是华中长老伊的家族吼，立德执事、惠倩等等，因几位伫咱的中间，伫对，伫即个所在。嘛是甲教会谢谢，伫即段的中间，教会帮赞甲扶持吼，咱也常常请坐，咱也常常为即两个家族来祈祷吼，互伊会当来无过纪念迄个失丧的哀伤，但是会当遵照亲人的模范，继续行信仰的道路。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对年头甲年尾，你用稳定真多年冬的免流，祝你继续来保守上联教会，无论是本堂、伫新庄、伫三支的分堂，也是伫幼儿园、伫即个新庄社福基金会，也是伫三支安养中心，互阮所做的工会当有敬虔，阁有仁爱，来真多光灯照光伫即个黑暗过真正孤单的世代，也求你，互阮伫安尼做的时阵，你加添祝福伫阮的心上，甲阮的家庭。主，阮也将所有身体健安、心灵软弱、拄着失丧甲困难的兄弟，放踮你的手中，愿你照你美好的旨意来帮赞医治因带因。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要来吟线为诗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
咱起立来吟，吟诗话，咱请你无所来做祝祷。咱犹原徛咧来领受祝福，愿恁平平安安转去，愿恁的敬拜得到上帝的感染，愿恁伫日常生活内底操练敬虔，佮用好的行为来显出仁爱。愿恁安尼行的时阵，就见证上帝的荣耀，甲主耶稣拯救的大恩典。也主耶稣国外的大开来，圣神的引带，以及天父上帝的主爱，要甲恁伫地，直到世界的落尾。阿门。请坐，灭倒社温，强受切恳。